那讲到这农村的人口老化，劳保局台东办事处是统计，目前有农保的有22000多人，但是有领农民津贴的却刚好11000多人。虽然政府有咧鼓励青年回乡，提供农业基础甲买厝的补助贷款，不过这效果究竟是真有限。即嘛华东唱歌的水田还搁咧补黄啊！伫鹿野乡的水田，即个女性的青年农民，伊当咧晒铁牛仔咧做工课。操作的确实是一点仔都袂适合查甫的。伊是青年农民陈文辉，今年30多岁。4年前，伊放弃北部下抢10多万的月绩，甲因翁婿转去故乡鹿野，替伊坐回老爸老母来田林做工课。为袂晓种田，到即嘛已经真熟手。伊讲即嘛种田一点仔都无困难。因为不是说在乡下的地方就是很土啊，怎么样？其实现在务农很多机械化，都很多新的东西都可以学。这样。劳保局台东办事处统计。台东县农保人口有22000多人，其中11000多人已经有领老农津贴。农村的人口有一半是老人，老化的情形严重，嘛真欠工。亲像陈文辉回乡，甲厝内做事的工课接起来青年是无济。伫上农会嘛观察到会员内底有60%以上是老年农民，主要嘛是因为找无骹手。不过县府讲，政府鼓励青年农民回乡投入农业，有提供买厝甲买基具上悬1000万价利的贷款。希望当下青年回乡来做农业。至于务农的部分哈，它的收益也不会比去上班或者是说公务机关来的少哈。农机具的部分呢，也都可以向土地的所在地的农会来去申请哦。那个别的农友申请农机具的话，原则上都会有补助额度的部分是1/3。伫上农会必须分析。政府提供青年回乡的利多，不过还需要青年愿意接租产或者是租土地来种植，而且嘛要持续吸收农业的知识，人才留会调。县府表示，县府甲中央在地农政单位拢会举办农业课程，让回乡的青年更较紧投入农业的工课，提高收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